国际出名的当代水墨艺术家洪耀，伊真够用底仔线、用撇的，也是用地方式来创作。去年原本是要去阳明交通大学担任驻校艺术家，却因为心脏病来过身，才到85岁。阳明交通大学即马嘛特别举办回顾展览来甲纪念。利用底仔线弹出多变的线条，配合油彩，艺术家洪耀的作品展现出多元的艺术手法。伊少年时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所以伊一生拢真仰望会当自由创作。一般水墨艺术拢用毛笔，不过伊利用线、用弹的，也是用底的，伫咧纸顶悬弹画出艺术作品。创作的过程有表达不满的反抗。他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台湾国军将领的后代，就是所谓的黑五类。我想他的东西如果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意义，那恐怕没有今天的成就。他从这种反弹开始，对整个的社会各种现象都有所表达。洪耀的牵手讲，创作是洪耀一世人的志愿，无论在倒位，拢是以艺术为主。伊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创作。我的感觉呢，就是说这个人啦，他好像就是为艺术而生，他活着就是为了艺术，他对生活没要求，吃穿什么都非常简单，没要求，物质类要求基本上是没有。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画画，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创作，直到死之前，他也没有停止创作。洪耀过去爸爸用天车吊索啊，完成过大线的大件艺术作品。去年阳明交通大学主本邀请伊去学校担任驻校的艺术家，想袂到伊却因为心脏病雄雄过身，所以学校特别在艺文中心举办展览，以反弹为主题来纪念伊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